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9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，出埃及记第9章第1节到第7节，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语重心长。保罗是一位外邦的使徒，在外邦地区开始了福音的工作，也设立了许多的教会，并且亲自或是差派人去牧养教会。保罗他留给教会以及后代的是许许多多的书信。因为他针对各教会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的看法以及教导，但所有的教会并不是都非常的听话。在保罗的书信当中，时常提到的教会应当要如何，或者说不可以怎么做。他当然也是针对基督徒的信仰提到了许多的教导，期盼教会以及基督徒要成为一位上帝眼中所喜悦的基督徒，所以他时常语重心长地劝勉教会以及基督徒们。上帝对以色列人也是如此，以色列人经常的违背上帝的真道，离经叛道后，上帝总是差派先知来苦口婆心地劝告以色列人。同样的，上帝对埃及人、埃及法老王也是语重心长、苦口婆心。虽然我们知道非常多的人都误解了出埃及的记载，他们认为上帝偏待埃及人。事实上，如果说上帝偏待埃及人，想要毁灭埃及的话，上帝根本不需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给埃及机会，总共来了10次嘛。在昨天的读经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，就是法老王他的心态。圣经说，但是国王的巫师也行法术，同样的是水变血，正像上主所说的，国王的心比从前更刚硬，拒绝听摩西和亚伦的话。不但如此，他反而回王宫去了，不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因为呢，他认为上帝，摩西的上帝也不算什么，这些困难，我的术士也都可以处理。我还有很多神明可以继续来跟摩西的上帝来征战，这是他的心态。今天在出埃及记的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这样记载到，上主对摩西说，你去见埃及王，告诉他，上主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，放我的子民走，好让他们去敬拜我。如果你再拒绝放他们走，我要降一个可怕的灾难来惩罚你。你所有的牲畜，就是你的马、驴、骆驼、牛、绵羊和山羊，都要遭受严重的瘟疫。我要使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有所区别。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不死。我上主已经决定在明天实现这事。第2天，上主照他所说的做了，所有埃及人的牲畜都染上瘟疫死了，但是以色列人的牲畜却一只也没死。
国王打听，知道以色列人的牲畜一只也没死，但他的心仍然刚硬，不放人民走。这个是第5个灾难，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瘟疫之灾，就像武汉肺炎一样，使得当时候很多的牲畜死亡，而以色列人的牲畜没有受到损害。这个问题的焦点就在以色列人，他们选择了上帝的保守，而埃及人却选择了拒绝，而且选择了偶像。因此他们就需要面对自己选择之后的结果。这是上帝给埃及人的机会，上帝苦口婆心、语重心长的提供机会、恩典。保罗非常关心哥林多教会，因此他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才会提到教会里面的症结，许许多多发生的问题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11节到21节，保罗提到：我竟像一个蠢材，是你们逼着我这样子的。你们原应该赞许我的，纵使我算不了什么，我也没有不如那一些超等使徒的地方。在你们当中，我用各样的忍耐，又借着奇事、异能和神迹向你们证明我们的使徒身份。除了我不曾拖累你们这一事实，你们所受的待遇有哪一样不及其他的教会呢？这是我不公道的地方，请原谅我吧。现在我准备第3次访问你们，我对你们没有什么要求，我要的是你们，不是你们的金钱。其实儿女不必为父母积蓄，父母倒应该为儿女积蓄。为了帮助你们，我愿意支付我所有的一切，甚至我本身。难道我越爱你们，就越少得你们的爱吗？那么你们得承认我不曾拖累过你们。可是还有人说我诡诈，用谎言笼络你们。我利用过派到你们那里去的人，占你们便宜吗？我鼓励提多去访问你们，又派另一位弟兄同去，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？他跟我所做的不是出自于同样的动机吗？我们的步伐不是一致的吗？或者你们以为我们一向在替自己辩护？其实不然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只说基督要我们所说的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想造就你们。我怕当我去的时候，看见你们不符合我的期望，而你们看见我也不符合你们的期望。我也怕看见了纷争、嫉妒、闹脾气、自私、毁谤、流言、傲慢、骚扰。我又怕下次去的时候，我的上帝要使我在你们面前蒙羞，而我难免会为着许多从前犯罪、淫乱、放荡，到现在还没有悔改的人悲伤哭泣。如同昨天我们每日读经分享当中所说的，错误的追求、错误的感动会导致我们离开真理的道路。同样的，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。
保罗呢，苦口婆心，是因为对他们已经失望了，所以他就语重心长的严厉的提醒他们。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再次的说明，也说明了他对哥林多教会没有偏见，也没有偏待，更说明了他的宣教只是为基督，而不是为自己辩解，更不是为了要占便宜。哥林多教会对使徒的攻击以及误解，是因为他们当中仍然存在着纷争、嫉妒、闹脾气、自私、毁谤、流言、傲慢和骚扰等等的事情。可能还有很多人心里仍然刚硬，听不了劝告，没有改变。这样同时也提醒了我们现在的基督徒，是不是我们仍然维持过去的生活形态、错误的信仰追求、偷懒的灵修概念？是否我们仍然没有改变，仍然不愿意被改变呢？诗篇第149篇，要赞美上主，要向上主唱新歌，要在他忠诚子民的聚会当中颂赞他。以色列啊，要因你们的创造主欢喜，西安的儿女啊，要因你们的君王快乐，要舞蹈颂赞他的名，要打鼓弹琴来颂赞他。上主喜爱他的子民，他以胜利授予谦卑的人。愿他的子民因凯旋欢乐，愿他们通宵高唱凯歌，愿他们高声欢呼颂赞上帝。他们手执双刃的利剑，为要向万国报仇雪耻，向他们的人民施惩罚，把他们的君王捆绑起来，把他们的首领用铁链锁住，照上帝的命令惩罚各国。这就是上帝子民的胜利，要赞美上主。谢谢上帝给我们机会成为你的儿女，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有好的选择，选择来跟随主，成为你所喜悦的仆人。不要让我们成为心里刚硬、我行我素、远离救恩的人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